美国纽约市管制枪的这法案被判违反宪法，最高法院6比3认为人民有权利在公共场所炸枪。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失望。乌克兰罗西亚战争进入第4个月，欧盟连正式接受乌克兰正做是欧盟退选国。美国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是历史性的时刻。美国佛罗里达州咧掠到一只大型的咱讲猛爪，咱讲长差不多5公尺，重量是98公斤，创纪录。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民，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互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到美国枪的这个管制，咱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3日裁定，人民有权利在咧公共场合来炸枪，这算是一种自我防卫，嘛推翻着讲纽约州咱讲爱有合法自卫的这个需求证明，才通甲枪炸出门的这个法律。不过咧，咱讲美国大法官就认为讲，这是违反美国宪法的这个精神。最高法院是6比3，认为讲这个人民真正是有权利在咧公共场所炸枪，但是咱嘛讲这是扩张着美国枪的权利。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非常的这个失望，伊讲这个裁定是违背常识啦会造成真大的这个困扰。另外，那 New York State 和 California 这块所在，拢限制人民在公共场所炸枪。这阵的最高法院法律的这个解释，恐惊会让枪暴力的问题愈来愈严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3由6个保守派大法官赢3个自由派大法官，裁定纽约州限制民众伫公共场所炸枪械的法规，违反美国宪法第2项修正案。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件代志表示，这种判决违背常识，对所有人带来困扰。I am disappointed in the Supreme Court gun decision. There is one little bit of solace in the minority making up the majority opinion. Has laid out that it affects not every state, it affects only 40 states, a lot of states it affects. And then I believe that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today defies logic in terms of what we know we are capable of doing with reasonable gun safety laws to secure the safety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f our nation.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今年已经发生超过250件大规模枪击，平均每天有4个人因为枪击事件受伤还是死亡。这个裁定一个出来，纽约州长形容这是黑暗的一天。加州州长纽森是批评这项决定是正体育。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ruling the Supreme Court has made on the Second Amendment, expanding gun rights, and probably the most dangerous. By wrongly issuing this decision and ignoring its public safety implications, the Supreme Court risks converting the Constitution into a suicide pact. 这项裁定会限缩纽约、麻州、加州、华盛顿地区有类似枪械管制法律。这个州有美国人上捌的城市。美联社是讲，一定有1/4的美国人生活会受到扩大有枪权的影响。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本日咱看到来自美国参议院上新的这消息是，国会通过枪安全的这个法案是针对21岁买枪这个人背景去做完整的调查尤其这个岁数是伫这个21岁这个以下这个法案真紧就要送到众议院来去做审议。另外，咱嘛讲到前国会议员或者 Giffords， 英国咧伫咧2012年正做是枪暴力的受害者，迄时咧枪只要是弹穿伊的头壳，这条命有影是捡倒转来，伊艰苦复健的这个过程。嘛拍做纪录片，用伊亲身的经历支持，就要好好来管制枪。民主党招进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盖比吉佛兹，2012年伫一场户外活动，互人用枪扫射事件，造成6人死亡，10多人受伤。吉佛兹的大脑互枪支穿过，语言能力受重创。2年前，伊甲伊的先生，也就是前太空人甲现任联邦参议员马克凯利，互道歉对立协阁提供这几年艰苦复健的画面，推出纪录片，互外界知影枪支暴力的可怕。有精神病史的凶手如何买到半自动枪支，证明枪支控管的必要性。We must never stop fighting. Fight, fight, fight. Be bold. We want people to come out of this movie feeling as motivated as Gabby is. Not only for the fight against gun violence, but just like the motivation to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in a heartfelt and always singing way. But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美国参议院第23暗时通过温和版枪支安全法案，是30年来第一项重大枪支管制立法。枪支管制法会送到众议院审理。议长佩洛西表示，会赶紧表决通过，送予总统拜登签字生效。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乌克兰、罗西亚战争满4个月，全世界是愈来愈分裂了，做两个世界。咱讲西方国家切断和罗西亚来往，不如个发展中国家来开始依赖罗西亚能源，咱讲有粮食的这个合作甲进口。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报道，日本甲韩国参加北约中国竟然来划反对，美国随呛声讲中国你根本就无好决权。另外讲到英国 Times 报道这个英国国会补选是大输 Oliver Dowden 呢，是保守党的主席，保守党的这个首相 Boris Johnson 执政压力是愈来愈大。另外咱讲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咱讲到美国参议院反制枪的这个暴力犯调查21岁以下要来买枪。同款 Washington Post 嘛报道，这是突破性的大进展，更加是30档的上重要管制枪的这个法案。另外来讲到这个美国众议院这个军事委员会23是通过2023年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内容咧包含着支持美台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甲台湾进行实际训练甲军事演习，嘛要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威胁。美国众议院军委会23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内容真多，其中有关台湾的部分。包括美国应该继续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防卫军力加军购的请求，甲台湾进行实际训练加军演，美台国防官员互相交流，协助强化后备军力等等。法案所落来也该经过两院协商。伫最近美国国会一寡友台法案，拢会让看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无改变。你看到这些法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极力的要去捍卫现在的台海的现状。法案也讲到支持美国国防部透过兵棋推演来说明印太司令部行动规划，特别是涉及到台海冲突的设想，也批评中国对台湾的胁迫甲侵略。美中互相伫咧比悬低，北京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讲，任何会危害太平洋岛国主权的纪律的冲击，拢会受到美国的关心。互人解读是伫咧建构中国。I think is important is protecting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is central in terms of how we see the Pacific overall. And coercive, aggressive behavior, not just in the region but elsewhere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y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factor China into the new strategic concept. 就连北约拢积极伫咧关心中国。北京表示，北约嘅新战略构想反映出对中国嘅担心。包括中国的经济行为，北约峰会上将会就此进行讨论。中国外交部是反击讲，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加美国主导下的全世界上大军事联盟，唔通想要甲欧洲集团对抗的迄套摕到亚太地区，变乱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中国驻澳洲的这大使是用呛声，二是咧，伊伫咧悉尼科技大学针对中国和澳洲关系头一届来做发表演讲啦吼。但是突然间有西藏甲这个香港的支持者咧，替海报发讲爱解放西藏人、解放香港人，嘛爱支持香港独立，呼吁停止种族灭绝这个行为。现场保安的赶紧出来维持秩序，请这闹场的人赶紧离开。中国驻澳洲大使肖谦准备要演讲时阵，常常拄着在卡厅上提出家己做的大字报来闹场。闹场的两个人一直针对新疆、西藏加香港议题指控，表示肖谦代表独裁政权，批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中国大使肖谦是自头到尾拢无讲话，最后闹衰人，互其他人甲保安赶走，大字报各方掠掉。Ladies and gentlemen, UTS welcomes freedom of speech on campus. Let me make that clear. That right, however, does not extend to speaking over the top of invited guests and disrupting members of our audience from today's event. 在闹事者离开了后，也有人无法度接受这情形，对你离开。What a disgrace! How about freedom of speech in China? Bye. Disgrace. Bye.
所以其校庆恢复正常演講，表示歡迎交換意見，不過需要有適當管道。It's my pleasure here, really, to be here for this event.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这次校庆今年1月就任以来第一擺伫公開場合針對中俄關係發表演講，伊講到中俄友好關係伫過去50年正成功，雙方關係伫本質上是互利，不過這幾年雙方關係出現問題。有關國民體認為校慶希望就演講來修復中俄貿易友好關係，公司新聞電視當朋友。今日咱新單元的熱區對話哈總 talk， 這陣特別好好討論，咱講烏克蘭、羅西亞戰爭已經滿4個月啊！這陣23日，歐盟正式接受烏克蘭稱作是歐盟的候選國。烏克蘭總統表示，這是歷史性的這個時刻。不2個月，咱講全球攏在喊要制裁羅西亞。羅西亞總統普丁這陣是嗆聲講全球經濟發生危機，是部分的這個西方國家也考慮無夠焦整、自私的行動。來聽因安怎講。Тільки що отримали кандидатство. Це перемога. Чекали 120 днів і 30 років. 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честной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 можно искать выходы из той кризис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которая сложилась в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з-за непродуманных, эгоистич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отде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которые, используя финансов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по сути, перекладывают на весь мир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ошибки в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咱看到拄只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是講這個通稱做是歐洲聯盟候選國是勝利的這個一天，嘛通看到伊形容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這個時刻。這陣咱就要透過連線訪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張福竹。教授你好，要甲你請教咱講到烏克蘭這陣是正做歐盟的這個候選國啦對烏克蘭來講，真正是有影歡喜。不2個咱講進入歐洲聯盟了後，是所有會員國攏愛同意。你安怎看烏克蘭入歐盟候選國這個動作，外交政治的這個意義是不是大過其他意義咧？這個問題咱講一個歐洲的國家要交予歐盟，伊愛經過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申請階段，申請；第2個是候選國；第3個就是談判；第4個就是簽約加入。所以咱這4個階段來看，即馬烏克蘭是拄啊佇第2階段。第2階段候選國了，裡面就是要談判。談判這個過程是上了時間的，為什麼？伊要來談判35項的政策，包括伊的內部市場的問題、經濟問題，共同政策、共同經濟政策、競爭政策、農業政策、補貼政策，伊的內部的法治，愛統一，愛配合歐盟法的規矩，上嚴重的問題是講伊的外交甲國防政策，愛做改善。伊即馬甲俄羅斯咧戰爭，內部問題遮大，所以這個問題伊咧談判的時陣做歹突破，而且烏克蘭是貪污很嚴重的國家，所以貪污法治又很落後，經濟也不太好，所以接下來35項的談判，這時間久較足長的，所以咱袂使有一個印象就是講，伊即馬變成候選國，馬上會去變成歐盟會員國，這都無可能。我閣提一寡數目互觀眾參考，就是講，我是專門研究歐盟擴大問題的啦。過去有6屆擴大，加入20個國家，這20個國家為申請加入來，平均愛開9年1個月，所以伊即擺開始要談判的時陣，所以馬克龍講的講，烏克蘭要加入可能愛10天的時間，這是有可能，這是有可能，所以即擺伊才加入的。為什麼伊即擺有法度講遮緊講為2月28提出申請？即擺6月24，變成候選國，我算117天，這是破紀錄的破紀錄。所以這個消息公布出來的時陣，即擺在排隊的這個西巴干乜頭這個國家，攏足生氣的，講你大細目，你烏克蘭這戰爭，你為了要互伊較安心的，表示對烏克蘭人民的支持。你就用這個政治決定的方法，可以這快速變成候選國。
感谢教授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场战争已经战4个月啊，西方国家是化制裁路线啊，嘛不断提供军事援助给乌克兰啊。不过，咱嘛讲到，这阵西方国家哦开始有一寡气氛，讲已经战甲疲劳去啦吼。对于乌克兰来讲，是毋是真不利咧？另外，咱嘛讲到，战争引发全球粮食危机，各全球的这通货膨胀吼，惊继续搁震落去。大家嘛咧问讲哦，什么时阵才会来停战？老师8月是毋是有可能咧？这8月这个数目吼，就是精算出来，这是这种根据的，唔是讲凊彩讲的哦。安怎讲呢？这咱即摆是6月底，吼，咱即摆这个看8月这个专家伊的计算吼，是讲伊即摆西方要提供的攻击性武器，爱8礼拜的时间开始送到，这中间就爱讲伊运输啦，甲伊的训练啦，或者乌克兰的军队啊会使去用这的武器，哦，所以即摆8礼拜就差2个月嘛，所以在8月份可能会到，有啥物就是有可能会阻止这个战争，因为安尼西方的武器即摆来的时阵会改变一个情形，就是讲，伊即摆乌克兰是挨打的，哦，伊无较进步的武器嘛，所以即摆西方较进步的武器来的时阵，就可能会有抵抗力会较强，甚至可以把这个他失去的领土把它光复回来。甚至把这俄罗斯的军队给拍退，哦，所以拍退这个情形，也是讲，把一寡即摆互占领的土地给摕倒转来，这就是哦，俄罗斯一个压力。啊，俄罗斯有这压力的时阵，较有迄个机会讲，双方哦坐咧谈判，所以8月份这是一个希望，咱会使期待啦。啊，你头讲即摆西方国家欧洲啊，伊即摆对这个战争啊，有点倦怠感，这是健康的。咱只要看一，我甲观众报告一个现象，就是讲，伫遐1、2个月前，你若拍开欧洲人拍开电视，头条新闻、第一条新闻拢是战争。啊，即摆咧，即摆拢伫遐报因国内的补贴，啊，伊的石油问题，伊的通货膨胀问题，拢甲伊的精神拢放伫遐国内这问题解决。所以这问题解决，这会造成一个问题，讲大家伫遐怀疑讲西方是毋是无要插乌克兰？哦，那这个问题哦，这个思考是伤过极端啦，这无可能。西方一定甲即摆拢坚持一个伊的信念，就是讲袂使互普丁赢一场战争，袂使互赢就是爱甲乌克兰帮助到底，哦，所以帮助到底，这武器到，哦，按这国内问题慢慢有方法出来的时阵吼。这会继续去支持着。啊，不过主要会谈判袂谈判，爱看2个人的决定，一个就是普丁，一个就是拜登。是。有影吼，咱讲到这个部分吼，未来拢是观察的这个重点。所以来要带大家来看到2021年马发生军事政变哦，正领袖咱讲到翁山苏基，去年就传出被这个军政府抓起来，袂手伫个徛家来软禁哦。最近呢，被送去首都一间监狱来单独关起来。另外，咱讲到军政府是无任何的这个解说啦吼。不过有消息人士来透露讲，这个翁山苏基被抓到监狱了后，游玩真乐观，啊健康嘛无问题。不过咱嘛讲到。军政府是加强控制，拒绝任何这个外交官也好，记者也好，和翁山苏基有任何的面会。根据熟悉人士的消息，缅甸军方无任何解释，23将翁山苏基转移到监狱单独监禁。伊过去1年拢互人关押伫首都一位无公开的所在。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77岁的民选领袖，目前精神健康状况良好，也冷静面对单独监禁。翁山苏基互人判11年的徒刑，各方人犯罪。外界谴责军政府是因为政治动机所设的罪名。另外，前总统文敏原来互人单独监禁，军政府发布简单的声明，证实伊去用监禁，佮表示一切依法行事。This is an outrage. The junta works very hard to try to create an impression of legitimacy. Their propaganda machine works round the clock, and they'll take any thread of evidence that they could find to make it appear as i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cognizes them as legitimate. 人权组织谴责这个审判拢是假，因为伊的律师袂使甲媒体来交谈，伊的审判过程袂使采访。军政府也拒绝北国的外交官甲翁山书记会面的要求。It's pretty clear that the military junta wants to intimidate not only Aung San Suu Kyi but also her supporters. This is the military in a desperation move, really trying to show that they mean business. 人权观察认为，北美、欧洲这个大国将问题担负无能力处理这种问题的东南亚国协实在是不行，问题会真歹得到解决。国际上有反人类罪，也有大规模的暴行战争罪，这个情形差不多逐天拢伫缅甸真实发生，需要有新的对策。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另外来关心物价是一日起，咱讲全球拢总有抗议来发生。南美洲国家咧 ，Ecuador 这个国家咧，有原住民来领军抗争，已经进入第12天。咱讲上万的这个群众是抢入去，咱讲首都启动和警方爆发，咱讲冲突啦吼。另外，当局后来嘛同意因伫咧定点和平的集会，不如过来抗议本地要来调降油价，是互当局来拒绝，引发济民众不满哦。拜四甚至有民众冲入国会来抗议冲突是继续来扩大。大批抗议群众甲警方对峙，现场四界拢是大号声音。厄瓜多首都基督这几天有9万名的抗议的人，因塞伫路上烧警察车，也佫破坏店头。警方示意催泪瓦斯，也佫有泉水来驱离。规个市区拢是大炮烟火，敢若像战场上款。网络上也流传一个查甫人，敢若互警方用催泪瓦斯管拍着头壳，倒伫涂骹死去的影片，互民众更加生气。El hermano Quichua. Y luego ustedes desmentir eso o mentir al pueblo ecuatoriano de que solito se mató. 本身是石油生产国厄瓜多，对疫情爆发以来，受到通货膨胀恶化、失业情况，也有国家政策冲击。这种柴油计效员工反一杯，民众真不满，一直怨言，真侪人加入有关住民所发起的全国抗争。Nuestro sueldo es muy bajo y lo que el gobierno que ha subido el costo no nos alcanza para nada. 抗议群众要求政府调降油价，控制粮食的计效，提供工作机会，并且提悬健康照顾，也有教育支出。不过政府无法度负担每年加出10亿美金的支出，已经排除调降油价可能性。看到抗争愈来愈严重，厄瓜多当局对全国24省内底6省实施紧急的状态，并且同意群众用伫基督的原民机构和平来集会。Este mensaje del gobierno nacional en aras del diálogo y de la paz tiene como único propósito que cesen los cierres de vías, las manifestaciones violentas y los ataques en distintos lugares de nuestro país. 不过，主导抗争的外面团体坚持，政府必须先解除6省的紧急状态，若无密切来谈判。双方即阵无达成共识，抗争也继续扩大。部分的民众本是想要走入去国会，搁再甲警方来发生冲突。总计对13抗争爆发以来，已经有3名抗议人士伫混乱中死亡，有200人互抓起来。另外，动乱也搁再伤害厄瓜多的经济，估计每天造成5000万美金的损失。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另外，要带大家来到美国佛罗里达来看到讲，这只大型的这个缅甸蟒蛇吼，因抓到差不多是5公尺长，重量是挖近100公斤，创下佛罗里达当地这个纪录。科学家嘛发现讲，这条蛇母内底哦，体内有100多粒卵，伫咧在生之前呢，佮吞一只鹿啊，目前是将伊安乐死。美国佛罗里达州亚缅甸蟒蛇有意外发现，保育团体进行也伫一尾长5公尺、重98公斤的母的缅甸蟒蛇，创下当地纪录。This female is the largest snake captured by mass, by weight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这只蛇母早就袂顶袂动，不过这么大身体也是真惊人。科学家进前将无线电发射器放伫公蛇身上，来探测母蛇活动、繁殖行为。生态地顶，去年底因追踪福州西部的大榄地，有一尾侦察蛇了后抓到这个大蟒蛇，迄时阵体内还佫有100多粒卵。We documented 122 eggs in this python. An average clutch of eggs is around 43. This is a little bit larger, but imagine 122 of these developing inside of this python. 保育人员将安乐死了后做检查，发现伊在生的时阵最后一顿应该是食白尾鹿。
缅甸猛蛇1970年代被引入福州了后，生态是真紧，因为因伫福州用要无天敌，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危害。保育团队自2013年开始执行清除猛蛇计划，特别是母蛇来减少因的繁殖。目前为止，干那伫福州西南部都已经清除1000多尾。公司新闻7万0编辑。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咱后礼拜同一时间再会。